祝大家平安健康快樂。講一團經節嚟祝福大家，因為到自家啲理下嘅社經，社會理喺度唔係咁容易，樣樣乜到自家安困，經濟乜到自家安困，投入乜到咁難做，工作也係難做。乜到人冇日和平嘅心，冇日天嘅心，冇平安嘅心喺心中裏，乜到咁冇精神，弱喺度。知道了冇辦法了，但係講自家要依靠上帝嘅人，盼望變出上帝嘅喜，我相信上帝能夠給大家同在，過了途途節節嘅痛苦，因為到是我經節出嘅詩篇62第6節咁樣講自家啲單強懇切上帝，自家得到天嘅心，因為到自家嘅盼望。從佢嘅嚟，兄弟姊妹們係講自家知道弱冇辦法，知道加唔咩兩唔咩，而來求上帝，懇切上帝，禱告嘅上帝，佢本意天嘅心，然後佢本意和平嘅心，喺心中裏啲，才讓人自己需要上帝嚟看待自家行呢個社會嘅日子。第二嚟講係講嘅懇切上帝嚟講，第二自己得到新嘅力量、新嘅精神嚟行呢個頭路，嚟行呢個社會。因為到啱嘅經節講出呢個以賽亞書40:29節樣講到，上帝本質嘅力量。增加本質嘅精神，兄弟姊妹係講自己社經你哋自己冇力量嚟行呢個社經，咁冇日精神嚟行呢個社經，越天自己失敗。所以自己懇切上帝，自己求上帝嘅恩典，佢嘅福氣降下本自己新嘅精神、新嘅力量嚟行呢個苦嘅日子，越天佢嘅同在，帶自己得勝。第三嚟講係講自己懇切上帝嚟講，越天自己得到佢嘅幫助。佢能夠幫助自家，樣樣自家對付，自家苦衷，自家難，自家不實，佢能夠幫助自家。因為到佢嘅經節講自家啲，在呢個詩篇46第2節樣講到，上帝對自家嘅避難所，佢自家嘅力量，佢時常準備上能夠幫助自家，在自家不實之時，才用嘅自家懇切上帝，自家得到佢嘅力量。得到佢嘅和平嘅心，得到佢嘅平安嘅心，然後得到佢嘅精神，因為佢增加自家，然後佢幫自家，當自家白實，當自家苦衷，帶自家去勝利，帶自家去得勝。兄弟姐妹們，即係懇切嘅全能嘅主，冇限制嘅主，佢能夠帶自家過呢個苦嘅日子，佢能夠帶自家途途節節，自家似有苦嘅，自家似有冇辦法嘅，自家似有白實嘅。佢能夠帶自家去得勝，因為到佢錫自家嘅主祝福大家，阿們。